肝癌治療之中，唔同病人對藥物嘅反應可能都各有唔同。近年研究團隊用 3D 生物打印做出仿生肝，透過模擬腫瘤嘅微環境嚟為病人試藥，有望提升精準治療嘅成效。實際係點樣運作嘅呢？今日我哋邀請到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外科學系萬鈞教授，同我哋講解一下呢一項醫療科技。教授你好啊！嗱，我知道咧肝癌喺香港嘅致命癌症之中咧排第3位啊。其實點解佢嘅致死率咁高嘅？你好，Janet。其實呢個問題好緊要，因為其實我哋肝癌咧係早期發現咧係比較困難嘅。早期咧幾乎係冇乜症狀。咁另外香港咧，我哋未有一個篩查嘅一個計劃嘅。咁所以另外我哋因為晚期發現咧，我哋只有大約3至4成嘅病人咧可以接受到一個治癒性嘅手術切除或者換肝。咁另外咧驗手術之後咧，我哋都有一個比較高嘅復發率，可以到5至7成嘅。講到治療腫瘤，即係大家諗到最直接嘅方法，梗係切除佢，然後換肝咯。但係點解咁少人適合咧？頭先講過，因為發現得遲咧。其實只有早期同中期嘅病人可能有呢個手術嘅機會嘅。嗱，我知道咧，目前比較新啲嘅治療方法咧，就係免疫加標靶嘅聯合治療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呢一項治療方法佢嘅成效同埋限制又係喺邊度咧？免疫治療同標靶治療的確係而家我哋最用得最多嘅治療方法啦。咁但係其實呢個聯合治療咧，我哋嘅成效率咧都係得返3至4成嘅。即係換言之咧，超過一半嘅病人其實個反應係唔係咁好嘅。咁由於呢個肝癌嘅特異性咧，咁所以咧我哋嗰個治療嘅方法咧就未必一種方法係適合到所有嘅病人。嗱，你哋嘅團隊咧喺2020年左右咧就開始研究 3D 打印仿生肝嘅技術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多少少呢一項技術啊？就頭先講過，因為肝癌嘅治療嘅方法咧，其實就比較難，一種方法比較困難對於所有嘅病人嚟嘅。咁肝癌咧係其實唔係一種疾病，其實佢好多種基於腫瘤本身啦。咁另外咧肝本身一個肝炎啊、肝硬化或者係脂肪肝，咁令到咧肝癌同埋佢個免疫環境咧係好唔同嘅。咁即係我哋團隊係研究呢個免疫環境咧係超過咗10年以上嘅。咁係2020年開始咧，我哋係睇返如何咧喺體外係複製出呢個腫瘤同埋免疫環境。咁而且咧，我哋發覺咧可以用生物打印技術咧，可以複製出一個腫瘤同埋免疫環境嘅。點解要複製出一個仿生肝出嚟啊？頭先講過咧，即係治療方法，我哋一種方案咧，因為而家最先進嘅免疫治療加埋標靶治療咧，得返最多4成嘅有效率嘅。咁所以點樣可以幫到每個病人咧揾到最精準嘅方法咧？所以有一個體外嘅仿生模型咧，就方便我哋可以揾到一個最佳嘅方法。為每個病人咧度身訂造個治療方案嘅。呢項技術咧需要拎病人嘅肝組織出嚟複製啦，但你頭先提到只係得3成左右嘅病人可以切除佢哋嘅肝咯。咁換言之，咪只係得好少病人可以打印到仿生肝？其實咧，我哋個技術都係用於一個活組織檢查抽取嘅細胞咧，都可以同樣做咗肝立放嘅。咁所以咧，換言之，可以幫手術之後嘅病人做啦，又可以幫手術之前嘅病人解藥嘅。技術需要將病人肝臟腫瘤嘅微環境複製出嚟啦。其實微環境具體係指啲咩咧？肝癌嘅微環境指其實腫瘤細胞側邊嘅免疫環境，咁包括咗腫瘤側邊嘅肝組織啦、個血管嘅架構啊，同埋免疫細胞嘅種類啊、免疫細胞嘅數量啊，同埋佢個位置。咁呢個咧每個病人咧都係好唔同嘅。咁呢個環境嘅唔同咧，決定咗佢嘅唔同對於啲治療嘅反應嚟嘅。3D 打印我哋就聽得多啦，但係打印肝出嚟，其實嗰個原材料係啲咩咧？生物嗰個墨水其實係指啲咩㗎？同埋打印完出嚟，其實點樣去維持肝嗰個活性，可以去試到唔同嘅藥咧？呢個好重要。其實取決我哋點樣設計呢個墨水啦。咁即係話我哋有一個用呢個水凝膠最基本嘅一個材料，生物材料，加埋我哋唔同嘅配方啦。入邊有腫瘤細胞咁腫瘤細胞嘅墨水，或者係免疫細胞，仲有包括血管以及 patient 病人自己一個蛋白質啦。咁你構成一個好特有嘅墨水咧，通過一個生物打印技術咧，咁當然技術係比較複雜嘅。構建咗一個有腫瘤、有免疫環境同埋有血管一個仿生嘅器官嚟嘅。
教授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其實點解要複製病人嘅肝咧？度身訂造啦，個重要性喺邊度㗎？因為頭先講過，因為肝癌嘅異質性高，即係每個人嘅腫瘤細胞本身嘅特性唔同之外咧，佢嘅免疫環境咧每個人都唔同嘅，咁包括咗免疫細胞嘅功能都唔同，咁所以佢對於免疫治療或者標靶治療嘅反應咧係好唔同。咁呢個度身訂造嗰個肝立方咧，可以幫我哋揾到最適合呢個病人嘅治療方法。頭先講過，我哋嗰個印完之後咧，我哋都要建立一個微流系統，咁令到咧嗰個細胞咧可以生存3個星期，方便我哋咧檢查到最適合嘅治療方法嘅。現時呢項技術咧已經係去到咩階段㗎？臨床上會唔會有啲應用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㗎？其實我哋最近都攞到呢個臨床試嘅批文啦，咁我哋係瑪麗醫院咧已經開始咗臨床試驗嘅，我都歡迎咧做肝癌病人咧可以尋求我哋個試驗嘅方法啦。咁不久將來我哋可能都係私家醫院港怡醫院咧都會開展同樣嘅試驗方法嘅。而家係嗰個成個試驗嘅情況係點樣嘅咧？嗰個病人係已經試用緊啦，定係點？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其實我哋的確有病人咧已經開始做完手術之後，我哋幫佢印製咗肝立方嘅。咁我哋應該就係下個星期，我哋可能都需要有嗰個結果出嚟啦。咁我哋可以幫個病人咧揀到最適合佢個方法嘅。聽起嚟咧都仲係喺早期嘅階段啦。咁距離大規模應用啦，仲有幾遠呢？的確係嘅，不過我哋好幸運咧，我哋啱啱都攞到香港政府呢個產學研一家計劃個資助呢個咧就係幫我哋推廣應用一個好好嘅一個計劃啦。我哋期望不久將來我哋可以完成呢個臨床試驗之後咧，可以為廣大市民服務嘅。同樣嘅打印技術會唔會有望可以應用喺其他嘅器官同癌症身上啊？的確係。咁其實我哋已經同腦科同事合作咧，我哋印製一個腦腫瘤嘅模型啦。因為腦腫瘤有個特別嘅一個血腦屏障一個特別嘅架構，咁呢個咧喺動物實驗咧係做唔到嘅。咁呢個對研發新藥新治療都有非常重要嘅意義。咁另外我哋都可以嚟打印常見香港類似肺癌或者係腸癌。咁其實基本上所有實體瘤我哋都可以印製嘅。明白，今日好多謝你嘅分享，我哋先講到嚟呢一度，再見。